大家好，歡迎收睇今集嘅經與民聲。我係今集嘅主持人，經民聯黨魁吳永嘉。特首早前咧就完成咗首次嘅中亞嘅訪問，收穫咧非常之豐富。咁今日我哋好高興啦，邀請到隨團嘅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廠商聯合會嘅會長盧金榮博士咧上嚟同我哋分享下。你好啊，盧會長。吳議員你好。哈薩克斯坦同埋烏茲別克斯坦咧都係中亞嘅樞紐，亦都係香港好重要嘅伙伴。究竟今次你最大嘅收穫係咩咧？今次去咗兩個中亞嘅國家啦，一個哈薩克斯坦，一個烏茲別克斯坦。呢兩個國家咧喺中亞入邊咧都係一個比較發達嘅國家啦。咁今次去到嘅成果咧非常之豐碩。咁啊，首先咧就係我哋今次可以一個好高規格嘅接待啦嚇，今次行政長官帶團咧係得到當地非常之重視啦，包括佢嘅總統啦同埋總理都有同我哋會面啦嚇。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今次咧我哋有簽好多嘅合作備忘啦，有96份啦嚇，咁入邊亦都有好多成果將會係落地啦。例如咧哈薩克會同香港咧開通一個直航嘅航班啦，咁另外烏茲別克斯坦咧亦都會喺香港咧設立佢哋嘅總領事館啦。咁當然仲有好多嘅金融上面嘅合作嚟緊都會去落地啦嚇。咁另一方面咧，今次亦都係咧我哋個代表團咧係好有意義，因為同內地嘅企業咧係一齊併船出海。咁有香港嘅好多專業嘅服務嘅一啲嘅單位啦，亦都有內地一啲好多產業嘅企業啦嚇。咁可以大家互相有個互補性啦，一齊去發展中亞嘅市場。咁另一方面咧，今次當然啦，我哋廠商會都簽咗兩個合作備忘啦。咁呢個可以令到我哋咧可以加強未來同呢兩個國家嘅一啲嘅商貿嘅往來同埋合作資訊嘅一個互相嘅通報啦。咁另一方面咧，今次我哋亦都係咧做咗一個就係説好香港嘅故事嚇，因為當地其實對於香港咧佢哋認識並唔多嘅。咁今次好有機會接觸一啲高級嘅官員啦，同埋當地一啲商界嘅領袖咧，咁我哋都同佢介紹咗香港嘅情況啦，香港依家嘅發展方向啦、營商環境啦，咁佢哋對香港嘅合作咧，或者香港嚟到香港，譬如做一啲金融嘅上市啊，或者係金融發債，佢哋都非常之有興趣啦。真係收穫非常之豐富嚇。咁特首喺出發之前咧就表示咗啦。今次帶領代表團咧，主要係聯繫商界啦，推廣香港嘅優勢。頭先阿盧會長都講咗啦，仲要説好香港嘅故事嘅，並且要拓展商業網絡㗎。咁所以大家都十分關注啦。你今次出訪發掘咗啲咩市場嘅機遇咧？喺訪問完呢兩個國家之後咧，你觀察到當地其實主要嘅經濟動力係咩嚟㗎？首先講下哈薩克先啦嚇，哈薩克佢係一個天然資源好豐富嘅一個國家，例如佢有好多嘅礦業啦，同埋有一啲天然氣啦，同埋石油啦，資源非常之豐富。咁所以當地呢個能源嘅產業咧，佢哋係當然係佢最大嘅經濟收入支柱啦。咁嚟緊咧，佢哋都係陸續要多元化嘅產業發展，咁啊唔會單靠依靠呢個能源啦。咁所以佢哋開始發展緊好多，例如一啲嘅金融業啦、服務業啦，同埋一啲嘅數碼轉型啊，例如佢哋想建立一啲好大型嘅算力中心。數據中心等等啦，咁所以喺幾方面都可以同佢哋有好多嘅商機合作啦。例如就係頭先講嘅一啲嘅能源方面啦，咁其實香港我哋都有好多嘅呢啲 IT 啦，或者係創科啦，咁我哋都係國際創科中心啊，咁所以同當地嘅一啲科技發展咧係有互相合作嘅空間啦。佢哋都好留意我哋。香港嘅例如科技園啦咁啊呢個應科院啦等等啦仲有數碼港啦咁另外嗰邊咧都好積極發展一個低空經濟喎咁所以即係低空經濟亦都係我哋大灣區啦，香港都係依家積極發展緊啦。咁仲有一個咧就係當地嘅金融業啦，嗰個有個叫做Astana Hub 阿斯塔納中心，咁嗰個咧係入邊咧佢係有金融啦同埋有其他嘅服務業啦。咁喺呢個地區佢亦都實施一個叫做普通法嘅一個區域，因為中亞國家佢哋都行緊大陸法咁所以佢呢個咧佢好想開放同國際接軌咁所以喺金融服務方面咧，我哋都有好多合作嘅商機啦，例如佢哋嘅一啲主權基金啦，或者能源公司咧都想嚟香港咧發債啦，或者係 IPO 啦等等
咁至於烏茲別克斯坦咧，佢嗰邊咧就係做有好多嘅譬如黃金、銀、銅等等。咁所以啲金屬類咧，例如一啲珠寶首飾啊，或者黃金，佢哋舊年出口嚟到香港嘅貨值咧係不斷上升咗好多啦。咁另外就佢個農產品非常之豐富啦，例如有好多嘅果仁啦、生果啦等等啦。咁我哋喺嗰邊做一啲食品加工各方面啦。另外一樣嘢咧就佢好多嘅嗰個 cotton， 即係嗰個棉花，棉花係非常之大嘅產量咁所以可以做一啲嘅紡織業各方面嘅商機啦，都喺嗰邊做啦。咁仲喺嗰邊就係啲畜牧即係肉類肉類都好豐富佢哋好中意係馬肉羊肉牛肉咁所以啲肉類嘅製品咧都會可以做到啦。其實特區政府咧今次主動開拓中亞市場，建立中亞啦、東亞啦同埋東南亞嘅新通道，咁其實可以促進咗香港嘅外貿發展嘅。不過咧，我哋其實香港嘅商界嘅朋友咧，可能咧唔係對中亞市場好熟悉嘅。咁其實你覺得佢哋投資中亞呢啲項目嘅時候咧，有冇咩特別需要注意嘅地方咧？需要留意嗰幾樣嘢啦。第一就係當地嘅物流啦因為佢好單一，得陸路嘅通道啦得火車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佢當地嘅一啲嘅語言當地主要都係用當地嘅本土語言或者係俄羅斯文即係哈薩克咁所以我哋需要喺翻譯方面啦，或者溝通方面咧需要去揾啲幫手啦同埋喺合約上邊佢哋因為主要唔係用英文，咁如果我哋要同佢用英文去做一個合約啦，同埋個法律方面啦，嗰度主要都係行緊嘅一個大陸法啦咁同我哋唔係咁接軌啦咁仲有其他當地嘅營商環境啦，因為當地咧依家都係依幾年先至慢慢越嚟越開放同國際接軌，咁所以喺好多營商環境或者合約上邊咧，大家需要多啲嘅溝通啦咁當然就係另一樣嘢就係當地嘅宗教同埋呢個文化嘅習慣同我哋係唔同啦。頭先講過食物都唔同啦，係咪？咁同埋有好多伊斯蘭教啦，咁譬如佢哋酒精就好少飲酒啦，同埋佢哋唔食豬肉啦咁所以喺當地營商都要了解當地嘅一啲嘅文化背景啦。咁我想了解下，其實佢個貨幣政策係點？係咪自由流通嘅呢啲貨幣？佢哋咧係貨幣，佢話自由出入嘅，咁但係都要留意貨幣嘅匯率呢一方面啦因為當地嘅匯率咧都係偏比較高啲啦，同埋比較浮動啲啦咁所以我哋可以借助呢個人民幣咧嘅做一個交易嘅一個媒體啦例如香港都係國際人民幣嘅樞紐啦咁可以利用香港呢個金融中心啦做一啲嘅貿易啦咁其實隨住香港同中亞往來咧越嚟越頻繁，頭先盧會長都講到啦，將會有直航機啦。咁其實除咗吸引港商去發展業務之外咧，相信亦都有唔少香港嘅市民咧想去體驗下佢嘅風土民情嘅。咁其實你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當地呢啲美食之外咧，仲有咩嘢值得我哋香港人去旅遊或者你有咩特別嘅其他印象咧？其實中亞咧都係一個古代絲綢之路嘅一個必經之路啦咁例如烏茲別克斯坦，佢歷史咧非常之長遠啦，咁佢有本地有好多一啲嘅古城嘅一個風采啦，同埋你去到可以睇翻古代絲綢之路嘅風貌啦咁另一方面咧，佢嗰邊嘅好重嘅一個伊斯蘭教啦咁佢有好多嘅嗰啲嘅廟啦即係Muslim 嗰啲啦咁都係非常之靚啦，做得起得咁，同埋有好多歷史可以去參觀啦。咁今次我哋都參觀一個當地烏茲別克最大嘅一個穆斯林嘅一個地方啦咁入邊都有擺一個可蘭經，佢咧嗰本可蘭經好特別，佢得5本，即係個作者得寫咗5本。咁依本喺嗰度擺緊嗰本咧，就係最後一本佢寫嘅。咁咧嗰本書咧，因為佢寫緊嗰陣時咧，就俾人哋刺殺，咁所以就有啲血就滴咗落嗰本可蘭經度。咁所以就係一個好珍貴嘅一本可蘭經，就放咗喺嗰度俾人哋參觀。明白，咁真係一個好值得去嘅地方咁今日咧，我希望再次多謝盧會長接受訪問。咁希望我哋下次再見啦。好，多謝吳議員。好，拜拜。拜拜。